中华有一个警官去落水溪捕花运动，受到3只狗仔的攻击，加载人是无代志。也毋过，当地民众是讲，附近常常拢有狗仔逮着人，也是会着车。东方所嘛表示讲，因会来了解来做处理。狗仔看到人甲车，就歹清醒一直吠，身边嘛无主人甲锁啊。中华分局副分局长张金邦前几工进行大甲马绕境勤务自我训练，走经经过南中华落水溪捕花道路，煞互3顶狗仔包围攻击。加在伊保持冷静，找棍仔防身，最后顺利离开。伊将规个过程铺上网引起讨论。他们就一直往我这边来啊，我就是蹲下，我还有拿棍子啊，所以他们就没有很靠近啊，我就边退边走这样啊。你经过他都会追你啦，包含汽车啦。啊，地带，遐哟。啊，比迄山丘啊。啊，因会甲恁约无？会哟。张金邦讲，迄天上侪有20只狗仔甲伊包围，当地民众也表示，狗仔虐人甲车的情形常常发生。中华关动物防疫所表示，会先派人去厘清大阵的狗仔是流浪狗，也是有人饲的。如果说是有流浪狗追咬人的部分，我们会再把案件请所辖的公所清洁队去捕捉。那如果说附近有住家，那有一些自己养的犬只的话，我们会请同仁去宣导饲主责任。今年2月，中华丰苑才发生一个80几岁的妇人人骑大埔车出去，受到民众饲的狗仔，也有流浪狗甲伊虐，就安尼摔倒受伤。即马南中华也传出狗仔甲人虐，动物防疫所强调，若确认是流浪狗，会通知公所的清洁队来甲伊抓起来；若是民众饲的，会要求主人管理甲看守啊。若口腔袂听，会当移动保法第31条，开罚3000块到15000块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